接下来关心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鲍坤基，伫新会期开机进前，和伊的看守，也就是花莲县长徐正伟，伫顶个月18是有带团去香港。结果即马是风声讲，团员内底有一个人入境香港的时互抓去。咱外交部长林佳龙昨昏有证实这件代志。也那花莲县议员鲍国燕伊是表示，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是因为伫25年前牵涉一寡司法的案件，才互扣押伫香港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鲍坤基顶个月18甲伊看守花莲县长徐正伟，伫立法院新会期开议进前，正低调带团去香港。团员内面除了官府的人员，也有一寡华人的旅行业者。这么团讲，有一位姓陈的旅行业者，伫入境时阵就互港警带走，规家这么也未放出来。据我知道的是，他在入关的时候，他在就是护照在通关的时候，被发现他的这个护照是被注记说有问题。OK， 他有问题以后，他就被扣下来了啦。不过，因讲这个姓陈的女子是伫咧花莲新光吊福农场做事，家属听到消息，找民众党立委林义君斗相共。外交部长林佳龙随后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阵，讲鲍坤基毋但是无权利代表中央政府，也质疑若真正代表政府，那也无法度保护团员。他带人去香港啊，还有人被抓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放出来。他如果代表中方政府，他怎么保护不了跟他同团的人？同团的人，一个旅行业者的人啊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现在还被中共关着啊。这位姓陈的女性，和香港方面指控，伫咧25年前，捌伫咧香港涉犯一件洗钱案件，金额1万美金。因为洗钱税伫香港无追溯期限，才会一入境就被抓。不过伊本人讲唔知。他扣押的理由是他在25年前。他可能涉嫌一些司法案件。2月20几号有开一次庭，是那个开完庭以后，因为可能当下的保释的条件，那个诚信的这个我们这个诚信的乡亲他就选择暂时不保释，是。然后西九龙法庭就另外再宣布说，3月8号会另行再召开一次这个保释庭。刘伟辉讲，驻香港办事处已经及时提供必要的协助，也会继续关心案件的发展，互家属知影上新的消息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